加拿大保守党党魁欧托尔2月16日敦促特鲁多政府正视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问题，同时要求向国际奥委会施压，将2022的冬季奥运会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地区。欧托尔周二在记者会中说，鉴于中国侵犯人权，并称维吾尔人所做的境况是种族灭绝，中国并不适合主办这场世界体坛盛事。欧托尔告诉美联社，他呼吁总理特鲁多政府应敦促国际奥委会从北京撤出2022年冬季奥运会。欧托尔说，中国对东突厥散的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径。他说，加拿大应该采取立场，但我们不必孤军奋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与盟友合作。欧托尔还指出，中国在香港实施了警察国家制度，并任意拘留了2名加拿大人。他敦促特鲁多总理就加拿大是否会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或加拿大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发表声明。日本首相菅义伟周二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电话会谈。英国是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菅义伟就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谋求7国集团首脑的支持。约翰逊回应称给予全面支持。据共同社报道，着眼于19日的7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和6月面对面形式的首脑峰会，会谈确认了在官兵对策等方面深化双边合作关系。双方确认对缅甸局势的共同重大关切，并就已实施允许对国外船舶使用武器的海警法、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交换意见，同意将合作应对。日本外务省表示，日英2国领导人还就中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他们对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努力表示关切。包括最近执行了一项新法律，允许其海岸警卫队向外国船只开火，以及香港和维吾尔局势。大众汽车董事会主席赫伯特·迪斯否认针对该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迪斯在接受法兰福克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我们将继续在中国的业务。迪斯表示，他们作为一家公司在中国的存在对在该地区的人民有利。迪斯说，我们和我们的备件供应商都不雇佣奴隶劳工，我们在这方面表现出零容忍。我们还将我们的价值观保持在东突厥散最高水平，这些价值观包括人民权利、社会和商业标准。调查记者协会去年11月根据中国文件报道说，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强迫劳动。日本政府计划2024年为陆上自卫队配备3艘中型和小型运输舰，用于向部署在偏远西南岛屿的部队运送物资。此举是为了保障向偏远岛屿上的部队提供弹药、燃料和食物，是应对中国军事集结努力的一部分。据共同社报道，这将是日本政府首次向陆上自卫队提供这类船只。国防部的目标是到2020年为其预算分配2000吨和400吨2艘运输船。中国海南省保亭县发生帆船事故，造成5人死亡。据报道，2月15日，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区毛拉书库区域发生一起船只侧翻人员落水事件。该船只侧翻后17人落水，其中7人被辅警船只救起，5人自行游上岸。经过应急，5人遗体打捞上岸。